2026年1月13號，差唔多6點晏晝黃昏，快樂番薯試下買去呢個番薯同埋腸，好啊！睇下佢可唔可以先？可以啊，不過要等下先，啲腸未得。45啊，都唔平啊，可以砌到黃色肉。OK， 就好似街邊嗰啲烤番薯咁，係呢個平啲，嗰啲一斤唔知幾多錢，好耐冇買過。呢啲 OK，個腸啊之前食過都 OK， 夠熱夠甜，好味，算埋好個。